新闻头起先来看到，警方伫咧台中的丰原有查到一间地下私分厂，有查扣调味薰草万外公斤，会当制作76万包的私薰，而且也有其他的工具，拢总价值7000多万。侦破地下制烟工厂，于台中市丰原区查获蔡姓主嫌及印尼籍逃逸移工5名，查扣调味烟丝1万余公斤及设备1批。 私烟估计可制成约76万余包私烟，市值高达新台币7000多万元，并规避逃漏政府各项税捐，违规情形重大。警方伫咧年初接到情报，有一位姓蔡主嫌伫咧偏僻工厂，用国产甲进口无好的薰草，私底下咧偷做薰趁钱。警方4月底攻入去台中丰原的这间私薰厂，有掠到姓蔡嫌犯甲5个落跑的印尼移工，当场嘛查扣到薰草工具等等，依照违反薰酒管理法，甲因移送。 函送财政局裁处，因若请落跑移工的部分，劳工局嘛来甲因处分。